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ri。平時我喺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健康、科學同埋生活方式嘅知識，但係今日我想講一個故事，一個好多年以前已經寫低，但係直到今日仍然震撼世界嘅一個故事。George Orwell 嘅《動物農莊》（Animal Farm） 呢個唔只係一部小說，而係一面照見人性嘅鏡子。以下內容純粹從文學同人性角度出發，並不針對任何事件，目的係分享70年前嘅一個重要文學著作。第一部分，邊個係 George Orwell？ 佐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， 本名 Eric Blair， 係20世紀英國最重要嘅政治小說家之一。佢曾經身歷戰爭、貧窮、政治極端化，深刻觀察到權力如何利用宣傳、恐懼與錯誤資訊嚟操縱大眾。佢最著名嘅兩部作品《動物農莊》1945年寫嘅，同埋1984喺1949年寫嘅，並唔係虛構世界嘅娛樂作品，而係用寓言嘅方式揭露權力如何腐化、理想如何被扭曲，以及真相如何被改寫。雖然佢生活嘅年代距今已經超過70年，但係佢描述嘅現象喺今日依然反覆上演，包括替罪羔羊、錯誤指控、錯誤敘事，以及權力如何引導大眾相信一個方便嘅理由。第二部分介紹動物農莊嘅歷史背景。動物農莊表面上係一個農場故事，但係佢其實係一個清晰嘅政治預言。George Orwell 寫作嘅時候，世界剛經歷2次大戰，極權主義正在崛起。佢希望用最簡單、最容易理解嘅方式，令到人睇到一件殘酷但係真實嘅事。理想好美好，但係權力會腐化人性，而腐化往往係從最細微嘅位置開始嘅。第三部分，故事嘅開始係一個美好嘅理想。動物農莊嘅故事從一個美好嘅願景開始。農場裏面嘅動物被人類主人剝削，佢哋辛勤工作，但係生活艱苦，產下嘅肉同蛋奶全部被帶走，連老去嘅動物都沒有尊嚴。於是佢哋跟隨老少教嘅理念，希望建立一個屬於所有動物嘅公平社會，冇咗人類剝削，大家共同努力，人人平等，共享成果。呢一個夢想令到動物都非常之振奮。希望、平等、團結，邊個唔俾呢啲字眼吸引呢？革命成功之後，農場被改名為動物農莊，大家滿心期待一個新時代嘅開始。第四部分，腐化嘅開始，領導層突然間有咗特權。腐化並唔係突然間發生嘅，佢係一點一滴滲透嘅。農場嘅領導層，豬，起初只係做一啲必要嘅決定，例如佢哋需要食幾多牛奶同蘋果，因為豬比較需要用腦。豬認為佢哋可以住喺主人原本個房子裏邊，因為佢哋要工作得更有效率。呢啲豬領導，佢哋唔需要做體力活，因為佢哋必須專注於領導。呢啲嘅理由聽起來好合理，於是其他動物都接受啦。但係呢啲正正係墮落嘅第一步，權力開始擴張，而公眾竟然察覺唔到。不久之後，佢哋又開始修改誡條，原本寫住所有動物一律平等，慢慢變成所有動物都平等，但係有啲動物比較平等。呢句說話後來成為世界政治語言裏面最諷刺，亦都係最真實嘅寫照。第五部分，真相被隱藏，責任被轉移。農場上面嘅問題越嚟越多，風車倒塌，食物不足，建設出錯，但領導層冇人承擔責任，反而將所有問題歸咎於 Snowball 雪球呢一個人物。佢係一個被驅趕嘅豬，後來成為最方便嘅替罪羊。奧威爾透過呢一個角色話俾我哋聽，當權力不願面對真相時，佢會創造一個最方便被指控嘅對象，或者係一個祭旗嘅對象。雪球嘅存在
讓領導層唔需要檢視制度問題，唔使面對自身錯誤，亦都唔需要改善管理，因為只要一句都係雪球嘅錯，大眾就會停止追問。呢一種模式咧，喺現代世界仍然經常出現。當事件牽涉到制度崩壞、監管失衡、利益輸送，一個快速、簡單、模糊嘅解釋，往往會喺第一時間被推出來。第六部分，點解今日仍然必須讀《Animal Farm》動物農莊呢一本著作？動物農莊唔係關於某個國家定係某個政權。Orwell 佢寫嘅係人性喺權力下嘅變質，呢件事喺任何時代、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發生。佢係提醒我哋，理想本身唔會永遠純潔，需要制度守護。權力如果沒有制衡，就會逐步腐化。錯誤資訊會造成錯誤指向，延誤真正嘅問題。公眾如果唔追問真相，真相就會消失。喺任何社會裏邊，當災難發生，當生命受威脅，我哋最需要嘅唔係一個方便嘅答案，而係真實嘅原因。因為只有真相，先可以阻止下一次悲劇。今日我重讀《動物農莊》，唔係為咗回顧歷史，而係為咗反思人性同制度。George Orwell 嘅提醒非常簡單：權力需要被監督，真相需要被保護，而公眾需要保持清醒。呢本書歷經70年，仍然被全球引用，原因只有一個：故事雖然係動物，但係其實講嘅係我哋人類自身。祝願大家平安。